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今日节目底部，我哋爱讲一个他个人可能过少谈到嘅一个运动项目，雪橇、雪车、雪橇、雪车。也係一個睇冬天嘅一個運動，但是亦係一個可以講究一個速度嘅運動，而嘛係同時係冬季奧運地步嘅一個真實嘅一個項目。我哋今日做乜講有問題？因為睇我哋一發發嘅屏東地步吼，我哋有一群教練看上嘅當地些人嘅一個潛力，或者睇屏東培養我哋嘅雪橇、雪車運動。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兩個教練。我都想問伊講，做乜個聽我哋屏東去培養我哋呢雪橇、雪車嘅運動嘅選手呢？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兩位教練來到我哋現場。第一個係我哋嘅傅志權教練來現場。志權教練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來自屏東內部，我係傅志權。好，還有我哋第二係我哋呢李木生教練來到現場。木生教練你好。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鹽埔的李木生。嗰種兩位係我哋呢屏東嘅肢體嘛，但是頭到我哋呢志權教練係用黑白來同他個人打招呼。志權教練係哪邊嘅行業啊？我係內部嘅行業，我咪係從事嘅行業。從事行。啊，爸爸呢？爸爸係內部嘅。嗰種你這個萬世路有講行未？冇呢，冇講行。因為我小時候是在那個閩南村長大，這樣子。嗰時萬世嗰時候用啦哈。係。咁我哋的木生教練呢？我不是客家人。你不是客家人，對，但是你是鹽埔，你住在鹽埔嗎？對，鹽埔它是一個傳統的閩南村莊。是。所以我就從小在那邊長大。那你以前求學的時候，應該都有一些客家的同學吧？是的，我從國小、國中到了高中之後，在潮州高中念書。是。那潮州高中它旁邊就是內埔鄉，還有萬巒鄉，所以有很多客家的同學。出去玩的地方都是客家莊。對，沒有錯。那個時候對客家莊的印象怎麼樣？客家莊的印象就認為它很乾淨，然後就很安靜，跟我們這種閩南村莊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氛圍。不一樣的氛圍，對，而且裡面的阿婆看起來都很嚴肅那樣。哦，沒有啦，開玩笑的。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就講，其實我哋今日的主題係講，我們的雪橇、雪車嘛，哈，雪橇、雪車。但是我哋想問一下講，第一位別講我哋的雪橇、雪車以前啊，哈，因為我哋提供能量啥路係教練嘛，哈。那當初兩位都是練雪橇、雪車的嗎？志權教練？不是呢，因為我的父親。跟我的叔叔都是拳擊選手，那我的父親是教練，拳擊教練，所以小時候的話，其實沒有接觸到個雪橇、雪車，也沒有接觸拳擊。我想也沒有，真的也沒有雪橇、雪車啦。屏東暗呀，誰會去練雪橇、雪車？哪裡有雪啊？對啊。可是我萬世都去練拳擊就對了。小時候也沒有呢，因為那小時候因為父親就是。覺得當選手很累很辛苦，所以那時候都是在努力讀書，就想說讓我好好讀書。那在高二的時候剛好那時候叫台灣區運動會，好，那時候屏東剛好缺了一個超重量級的選手，那時候100多公斤，然後爸爸就把我抓去練了，他要1個月，然後就讓我去打比賽。你爸爸是害你的吧？等一下，你冇訓練又按了上去？訓練20天，訓練只有那個速成班20天而已。那我敢上去呢？應該是個性啊，個性就比較不會怕，就上去就打啊，所以也很幸運，第一場有打贏，然後第二場就輸掉了。但是也因為這樣有獲得一個保送的資格，然後就到了這個保送到體育大學，然後從此才走上體育這一條路。但是人家都講學體育如愛萬世開始學啊，你這個人家講20天速成班，雖然講你真的是唔講是一打從一打完打養的體育蟲，但是那你因此都行上一條路哦。咁你行上一條路以後，有學過辛苦嗎？因為你從小就不是從小練的。那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是蠻辛苦的啦，也都很想放棄啊，歸勤庫嘛，好，然後因為學長啊、同學都是國手啊，或者是那種冠軍選手，所以到一開始在跟是很辛苦的。那早上6點就要起來晨操啊，下午又要3點又要練習，那
也是曾经有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是后来就是，不想让爸爸丢脸，对，所以的话就坚持下来，对，然后就到大2之后就已经习惯了，也程度也提升了，所以的话就比较顺利了，就继续决定往体育这条路去，继续走下去这样。那谈看来其实算是人工真的是有资质呢因为一般人来讲法，你突然练20天上去比赛，好，我觉得第一场赢第2场输，但是你从此都行要从一条路的话，其实对于东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承受得了的，因为整个训练的量，整个的那种内容已经不是你们说的玩票型的那种好，业余型的，真的如可能他跟你去花练习，真是蛮某干的。不是说你这个身体的素质本身也是不错的吧？其实我的身体素质没有很好，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苦练型的斗志，就是斗志强，对，就是不服输啦，不服输，对，应该是心理素质比较坚强，磨干的，对啊。梦神教练你自己本身的是你的体育的专长是什么？我是田径项目的，它是10项专长。那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我那个老师也是10项的国手，叫林森林老师他也是客家人。那他可能看到我刚上国中，然后比其他同学稍微高一点点，那身材体格上也不错，那在运动的协调性也还 OK，所以老师就鼓励我来走田径这一条路。那2位都不是练雪橇雪车的嘛？当初那位你以前讲，你的两啥我如何认识，然后开始去推广等呢？雪橇雪车因为我一个同学，在他们的高速国中，在当主任。那木生老师呢，他也是到那边服务，他是我同学的学务处的组长，对，因为年龄也都相仿。所以就自然就玩在一起这样子。那可是问题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用雪橇雪车当成是一个你们推广的一个运动？因为屏东有没有雪？应该说台湾有雪的地方在合欢山嘛。对。那尤其是像四季如夏的屏东，怎么会想要在屏东去推广雪橇雪车呢？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中华民国雪橇雪车委员会的秘书长志颂先生。那他呢就有心的想要去在各个县市去做雪橇雪车的推广，但是在推广这个问题上面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毕竟没有场地，没有升学制度，所以他就请我们来去接触看看。那想不到去推了之后还有一定的成效，这样子。像我们的选手屏东在2020年的冬季青年奥运，那我们雪橇雪车的项目总共有6位选手参赛，我们屏东就占了3位。所以说，其实在训练的过程里边，真正有看到一些的成效。部分我想问一下咨询给教练因为其实对于雪橇雪车，真的是就像你的拳击对于你来说，你真的也是后来才被硬凹上去的嘛。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体白看到的东西嘛。但是我头东在梦神教练讲，你看要6个线数里边有3个很的屏东的肢体。你这个想到讲，你这个在做教练的过程里边，有发现到讲等上下身人呢有某个先天的素质嘛？无你讲有某个特别的一个素质，够适合人员，连也会学口学茶。我觉得说乡下的小孩子他们会就是怎么讲？他们比较能够吃苦，会比较吃苦，然后也比较，我觉得身体素质也是比较好一点，对，所以在练这个接触运动体育项目的话，这个有比较容易可以上手，对，比较容易上手。所以的话，而且还有家长啦，因为家庭很多都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这么好，那所以的话，有时候接触体育可能可以让他们升学，或者是说能够可以领到一些的奖学金，然后可以稍微的改善家里的一个经济状况。
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原因，这样子。也是一个现实类的问题啦，哈，就真正的讲，除了讲，身体素质够好，因为我哋上海人可能万事都那路走来走去，哈，啊，就是吃苦啦，就跟我们的2位教练一样，其实练田径的人都很要吃苦。喺冇办法去练习嘛，然后同时刚刚讲的那咨询教练有讲到，其实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好，练体育可能会比赛，可能会有一些奖金，哦，甚至就像其实我们的郭幸存他也讲过啊，以当初会练这些东西，如因为讲练呢，好，如果有的营养补充品啊什么之类的，如不用给家里面带来太大的负担。当然，这个是以我们乡下小朋友其实练体育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来源啊。但是一部分人想要请问啊，譬如讲，你的托生意的时间，用的生意的素质，好。高适合去练我的呢舌口舌产哦。我会觉得是要身体一般的素质哈，一般的身体条件，不要第一个不能太差了，就是说，如果他的一般的体能就是很体弱多病，那就不适合。要壮一点。对，壮一点。是。对，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重点，像雪橇、雪车，因为它是速度很快，对，所以的话，它必须要不怕速度，150公里。不怕速度，可是这一点我有点不懂，就是说，因为其实譬如说当初郭幸存有讲，就是说啊，他们要举重的，就是不能太高嘛，好，然后他们下盘要真的是带力，就是说从某个体格上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训练出来。可是不怕速度要怎么看啊？这个我们在我们台湾的坡道里面，就会去让他们接触这个，让他们去试滑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他是不是会不敢上去，然后或者是他滑了之后是很自然的，是滑下来不会尖叫那种。对，有的人上去之后是他很协调的，经由教导他一些技巧，他也可以操控得很好的那一种选手，我们就会鼓励他来去做这种运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会问小朋友，我会说你做云霄飞车你会不会怕？会。对。那有些小朋友就说不会啊，很好玩啊，坐海盗船、云霄飞车我不会怕。对。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试看看。如果说他连坐云霄飞车或者是海盗船都不敢坐，那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了。郭师傅提那种可能会有个很大激励的那种状况之下，他伊冇感觉到唔舒服，好，同时伊冇强嘅嗰種聲音呢，如果適合嚟練習我哋呢舌口舌茶。係啊。嗰種看到我哋呢兩個教練呢嘅說明地方，你會發現到其實一套一啲適合運動嘅聲音呢，其實冇簡單。喺當節目我哋咪嗰度故事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访问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嘅咨询教练，还有木神教练，同人讲，伊哋当初做嘛，我哋屏东去推广我哋呢舌口舌茶伊啲运动。到我哋咨询教练头有头讲，其实我哋喺托学生嘅时候，好了，真的都冇讲他搭那个云霄飞车会不会快，会不会怕嘛？哈，因为其实真係有啲人如果感覺到啊，嗰種劇烈的那種影響，也會感覺到鬼唔舒服。我都對速度也會鬼驚，但是唔驚嘅嗰條聲音呢，可能都鬼適合去訓練，或者呢舌口舌茶。但是體能嘅部分哦，而係咪有特別愛使用到嘅嗰種肌群咯？係像这个雪橇哈，雪橇这个运动项目就是它是坐在那个雪橇上面，然后要出发的时候旁边有2个拉杆，然后要拉，然后把自己推出去，推出去之后呢，手要去那个滑道上哈，要去掰那个滑道，就是要去拨它，所以的话，那个手套上面其实是有小钉刺的哦，因为它增加了摩擦力，让身体推出去。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上半身的肌肉就要比较发达，然后之后在滑道上在滑的时候，你的核心肌群要强，因为你要去控制那个
那个雪橇的滑动，如果你没有控制好的话，容易会翻掉。那另外的话，像雪车的话，它跟雪橇刚好相反，它是一只手扶着雪车，然后跑，把它推，跑，然后你就跳趴上去。那时候它变成说，它的那个身体的爆发力有点像短跑选手那种身体的素质，爆发力型要很好，下半身的肌群，那一样是那个核心肌群也都很重要，所以它一个会比较着重在上半身，一个着重在下半身。可以按照唐风了，真的讲，一啲歇口仪可以用喺上半身的肌群，但是歇茶法仪其实用喺从手表用嘅下半身的一个肌群，但是核心的部分都很重要。对。可是这个问题讲，等于讲量嘅无共用嘅运动，而突出来嘅线数一块是如何分流嘅，系咪？其实他们在练的时候，一开始就要就要分流了。一个是练雪橇的，就是练雪橇；练雪车的就练雪车，因为它要求的素质就不一样。对，然后我们在设计这个重量训练的时候，会根据这2个不同项目的选手安排不一样的训练内容。雪橇的就可能比较重视这个上肢的，对，然后雪橇可能会重视下肢的爆发力、速度的加强，这样，因为它要增加它的初速度嘛。可是因为你这个那个某身高练，你这个本身是田径的嘛哈，所以说这个2个的训练就等于是一刚开始就是完全就不同了。对，但是还是会有相近的地方嘛，因为毕竟它还是全身性的要求需要有。可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因为其实不要说是屏东，整个台湾应该都没有类似的场地吧？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平常在训练学生的时候，都在哪里训练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运动项目在我们这边是比较好找场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3地门这边的坡道，自然的斜坡，我们可以去坡道冲下来，对，冲下来滑。当然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有曾经，因为它滑动的时候轮子滚动是很大声的，然后我们在一个田地旁边的一个坡道上面滑，田里面的爷爷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那么大声，还骂我们呢？你为什么可以在这里训练？这样子，我想他可能也冇看过啦。我们底下的声音，底下明白了这种的龙首龙海的，它是为了什么东西？因为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说的话，真的是没有看过，他以为你们在每天教练带在那边玩那样子，爬上去，拎上去又冲下来，拎上去又冲下来。对，那。因为其实场地本身是比较难寻找，那刚刚我们的木生教有提到，就其实屏东因为本身有山坡，有山卡，或是可能过适合练习，但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运动场的话，以要标准的运动场很用呀。这个滑道其实他们有一个像我们那个篮球场或者是操场是有一个制式化的规格，所以全世界的所有的滑道其实长得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滑道都，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滑道，所以它都会依那个地形会去盖去做。重点就是说，国际总会有认证说，它这个滑道只要是符合规定的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是在奥地利啦、德国、瑞士、日本，通通长得不一样，北京，每一个通通都长得不一样。很特别，这个项目很特别。好，那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是，很一个在地优势的运动项目，是有。因为讲土讲嘛，刚刚在奥地利、在日本、在德国，哈，而家米的比赛的场地无共用。刚刚喺日本的选手啊，在日本比赛是去重新练习了几多摆。对，真的会有，是不是？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它假如说不是一个，譬如说，我们很清楚的说篮球它的长宽就是多少，然后篮网高度是多少，这种很自制化。那我可以在我们的国家同时复制周围的好的民意的一个练习。那假如是根据当地的地形的话，那当然是最熟悉当地地形的，会有地主优势，对嘛？因为他对这个赛道越熟悉嘛。可同时嘛，还表现到讲，其实他运动很看选手当时的一个临场的反应呢。没错，对。这个部分按用的练习。那变成说，就是说我们练习的次数就是要多，让它越稳定越好。那但是在台湾会比较吃亏的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正式的比赛场地，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是在冬天的时候，那全国协会他会挑选一些选手送到国外去做培训啊。这个培训的时间有时候会蛮长的，可能一次出去2个礼拜，或者是甚至1个月。他可能像在欧洲的话，都是
紧邻嘛，那些国家都相连在一起。奥地利练完了，他可能就去瑞士，瑞士完了去德国，就是一站一站的跑。大概待个10天。对，就换地方去了。那一般来说，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类似像训练营或者是欢乐营的方式，先让大家慢慢的去理解这个游戏吗？没错，所以我们在今年的6月底跟8月中我们配合雪橇雪车协会来去办了2次的训练营，然后我们从中也找了好几个小朋友从国小到高中论局那么大的人的一个范围里面去邀请他们来参加这种训练营的活动。那我想请问一下，参加的人来，他们当初来的动机大便是什么？是好玩吗？还是说其实他们也是希望说，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运动项目？对，很多他可能也充满好奇嘛，他可能也有兴趣嘛，他可能也想说，说不定我展现出我的亮点之后，能够让协会看到啊，甚至于选上国手，能够代表国家出国去比赛培训这样子。那像这些来参加的学生里面，有没有本身自己就是某一些专长的选手，突然想要改道的？也是有的，就是比方说像老师那边的选手跟我们这边的选手，刚好一个是上半身，一个是下半身，对，像我的像之前我们说屏东有培养3个青奥选手嘛，对，那其中有2位选手，他就是国中的时候是在木生老师他们高泰国中是田径选手，然后上高中之后是加入拳击队，变成拳击选手，结果发光发热是在雪橇雪车，对，因为其实这个我前半段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大家都以为拳击是一个出拳的活动，其实它脚的移动的部分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后来哪天啊的呢，雪橇雪茶底不去发扬光大，跟哪按特别的故事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也是都是会办一些选拔赛嘛，或者是一个什么体验营，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小朋友平常都在练拳击，那就让他们去玩看看。其实一开始就抱着让他们玩看看，比较不会腻然后结果从中间那个协会的人就跟我们说，这几个小朋友，可以试看看真的。对，然后我们也去询问小朋友的意思，他有没有想玩看看？他们就说可以玩看看，那我们就让他去尝试，然后在最后被选拔出来，这几个协会说这几个我们愿意栽培，送到国外去试看看，好去练。那当然也是有去，然后2次之后水土不服的，就不要的但是因为这2个小朋友就是比较坚持下来，也越滑越好。没错，其实就像大哥讲的。他的升学制度并不是非常完善，甚至于大学之后呢，他就没有去开这种所谓的雪橇雪车的独招，所以我们的选手要继续延伸下去是很难的。不过既然他在升学管道是没有那么畅通，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让小孩子去尝试，因为他尝试了之后能够去扩展他的视野，才会走出台湾，在国外走了一圈之后，才会知道我们台湾其实是比较小的啦。对，视野上够。但是嘛，同时不可能，全世界因为看到台湾，其实台湾一点某些的一点斗棍，我们也是在发展雪橇雪车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没有缺席啦。没错。不过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算是雪橇这个是雪橇，很看到，这是我看过，也连团的雪橇，但是很特别的是，你上面有脸的呢。因为我们在台湾，因为没有冰雪的场地，所以的话，为了要适合在台湾这种气候地形上来去训练，所以我们就在上面就加装这个轮子，让它能够在所谓的旱地上、水泥地上、斜坡上能够去操作，不然的话，在这个赛道上，它上面是冰刀，它是冰刀，对。古时等于讲，因为我哋冇学，我冇安尼长梯。古时等于讲，我哋加上一啲练的，比如我哋咧学生嘅练习的时间，就用这样的方式去练习。可是富生教练加了链子跟用冰刀的速度感是不同的吧？差很多，因为它其实这个摩擦力比较大，而它的操控性也会比较难操控。你如果在冰刀上的话，它接触面积小所以它在操控上就会很顺畅。你用
肩膀的摆动，有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去顺利的过弯，敏感度就会比较高。完全不一样像这个就很难去做这个转向的动作，但是就是克难呐，对的，没有办法，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应变的方式。是。可是聽我哋嘅研發法在屏東地方，我哋嘅教練還是以相當用嘅利用我哋最簡單嘅方法，可以俾我哋嘅學生可以訓練。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買個多個精彩故事。翻返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諮詢教練，還有我哋木神教練同我哋說明講，聽我哋呢舌口舌查嘅運動線數，我讓我去顯出來。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嘅諮詢教練，因為頭都有講到講，其實聽我哋呢訓練嘅過程裏邊呀，其實唔單止要讀到，因為我哋冇寫嘛，佢說平時嘅時間我哋用練嘅，咁一部分嘅比賽裏邊。嘿，誰來比誰來，同誰麼比誰麼，係咪？比賽的時候其實就是分男子組跟女子組，那有分單人，還有雙人這樣子。但是因為最近這幾年國際奧會很重視性別的平權，所以我在想說之後會不會有可能雙人的這個雪橇或雪車會不會出現有男女混合？那這個是我的猜想啦。那目前的話就是男生自己一組，女生自己一組。對，因為今日人打乒乓有男女混雙了嘛，哈，或者有時候呢有可能我哋呢雙人選係都可以會有男女，但是問題我哋今剛我哋對台灣的選手來講的話，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現在是男生比較多，因為女生比較其實所有的運動項目都一樣，女生是比較少的，對，男生比較多。尤其是這個講究速度感的一個運動裡邊，因為小朋友會怕，對。跟從我的木生教練，因為其實你有帶我們的小朋友出去比賽過的一個經驗嘛，你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大概分享一下，就是說，在比賽的現場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因為其實，在我們今天的現場有看到有好像是有吉祥物吧？對，你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嘿，哦，那最左邊這個是聖摩里茲的滑道的一個樣式，那一次比賽的滑道，對，那一次比賽的滑道非常的彎曲，對，非常的彎曲。哦，它的長度大概有2公里左右，那落差就是從最高的地方起點的位置到終點的位置，哦，大概有100多公尺。哦，所以它從最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哦，那最快的速度會達到150左右。150左右。那我們在這一張圖的右下角這邊有一個 horse shoe，就是那個馬蹄灣。它那個馬蹄灣如果從平地到最高點大概是有3層樓高，因為它是整個U 型彎這樣子滑過來的，所以它的操控性非常的難。那其實我們的有一個選手叫林玉興，那他在過這個馬蹄灣的時候，他的車頭就不小心碰到頂樓的地方，就那個雪車總會的 CEO 他就一直搖頭，那我們就很害怕他禁止我們這個選手出賽。那當然事後還好，他還是讓我們的選手順利完賽。那中間這個是洛桑冬季青年奧運的吉祥物，是一隻乳牛，因為在瑞士這個地方，它的酪農業是很發達的。那右手邊那個是活動的徽章，就關於這一次洛桑冬季青年奧運，你可以透過手機的 APP 去收集到的。那其中我有特別收集了日本跟那個中國大陸的品，因為它跟我們是很直接相關的一個國家。那下面這個毛巾是我在8月中的時候所辦的一個雪橇雪車的體驗營，所贈送的一個紀念品。那上面就是上面那個是雪車的樣式，有一個人趴在那邊的。那下面這個呢就是雪橇的一個比賽的樣子，這樣子。
可是等于如果我们的选手到了会场之后，才会第一次看到那个会场长什么样子，是吗？其实不是哈，因为这一些比赛的场地什么之类的，是在 YouTube 上面是可以搜寻到的，是，图像也都可以搜寻得到。那他们就会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小本子，就是说我这个弯我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就要把它记录清楚不然，比方说我要转这个弯的时候，我方向错了，它可能就会翻车，就有风险，所以他们就会针对这个赛道呢，一一的去做记录。这个时间我要左肩膀要动，右脚要去扣这个操纵杆，他们就会去把它做得很详细、很清楚这样子。所以等于是在还没出发前，还没真正到会场之前，我们是透过网络上的一些资讯，对，好去记录说，大概这个会场的这个场地大概是会有怎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它有什么地方哪个转弯是比较注意的，对，然后一直到现场第一次开始前几次试滑的时候，对，我们才会知道说，有什么地方它的角度是我们网络上看不到的，而且是说，对，而且如果像说已经确定说，这一届的什么比赛，像青年奥运会在瑞士这边办，那协会这边有可能在前一年，他就会可能安排一个移地训练，或者是去那边参加一个训练营，也算是先去了解实地，有点像场勘的概念，让他们先去认识这个场地。那回来之后再搭配说，就是我们搜寻到的资料，因为实际参与过，再搜寻到这资料，那就会加强。当然，还是没有比那个当地的地主优势，大概每天在那边滑。真的，如果像你看压一坡的，像刚我们的木森教练讲，如果其实你看压位高低差那么多，而且它的转弯处其实是很多东西是你要先从动梯去溜的时间。能提供给技术不用填难。那像我想请问一下木森教练，就是说，像你这样带去的那个教练那个学生里面，就是有没有就是说，一刚开始在试滑的时候，其实好像表现的好像不怎么样，但是真正比赛的时候却非常突出的，或者是有那种相反的，有没有？没有错，像我们的这个雪橇的选手杨世勋选手他其实协调性就身材和受限上那。我们其实也是鼓励他先参加就好了。那没想到他去比赛的时候，在这个冬季青年奥运拿到了双人雪橇的第6名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对一个没有雪的台湾来说，对，没有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他当时是怎么样？他觉得说滑了滑就滑出兴趣来了吗？对他当时是很有兴趣，一直想要去往这个东西去发展的。那其实像这样子的话，对于推广的过程里面。怎么去让我们的家长接受，说让小朋友来练习这个运动啊？因为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项目是在台湾相对冷门，而且也没有举办相对的赛事，所以要接触到根本是很不容易了那因为我们是觉得说这个项目，虽然冷门，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啊。那我们就想说来推看看。那重点来了，就是要怎么样说服家长。好，那我们当然会先讲说，参加这个有可能，因为比较冷门，竞争的人也比较少。好，然后比较可能有机会得名或者甚至当国手，先这样讲。然后，但是先画一个饼给他。对，先画一个饼，然后但是家长还是到底雪橇是什么？甚至很多人问说，雪橇是那个圣诞老公公那个雪橇吗？我说不是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影片给家长看，说这是长这样，他们看到说，哇，很夹很夹会讲你会夹对，他会怕。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如果有这个按部就班的训练，然后到国外会有专门的国际教练训练，而且保护都穿得很好，那个安全帽。那我们也是会有随队的人员跟去，所以有什么事情都会立即的去处理。好，那所以。出去1次2次之后，家长也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就慢慢的能够去接受。那有一个小朋友，出去也当国手，然后也发现也不会有太可怕嘛，那就会有第2个，就第3个。好，那慢慢的选手就能够，我们就可以找到选手，让家长能够
认同，能够认同这样子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部分，因为在小朋友出去，他们的赛季就是在冬天，那通常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上学期，对，10月份左右一直到大概10月到2月，对，差不多是大部分的比赛或训练营都在这个时候。那选手出去都是在欧洲或美国比较常去，那有可能一去就是2个礼拜，甚至曾经有最高就有1个月都在国外跑，在欧洲跑好几个国家。那在学业上就有可能会有点落后哦。那所以的话，我们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也是安排那个补救教学，回来的时候赶快补救教学。然后因为有时候考试没有办法考，那变成说就是老师用多元评量的方式哈，然后来去给他成绩。那在这个公假就不会有旷课嘛哈，还有课业方面就是还能够 hold 住的状况之下，家长会比较愿意。如果说他出去之后都一直旷课，或者是都被当掉，那我相信没有家长愿意。对，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完成学业。对，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跟学校、跟每一个老师国英数任何一个老师，每一个老师去做沟通。对，这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啦，因为其实我们训练的是我们的学生的嘛，学生的其实也是在学的学生。可是除了也要运动项目以外，也要学业项目，其实家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兼顾，因为家长关心的不仅是安全。好，我们还同时也要学业，就是学业不能因为这一个运动而荒废了。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没办法讲利用亚运动，还因为像打职棒一样啊，我以后可以打职棒哈，变成是我未来的一个工作。这个目前在台湾来说是没有相对应的一个职业组织。对，好，可是对于几度的家长来讲啊，话听来讲，伊的最嘛可能会因为保送，但是还是就脱胎好，脱胎好还是会有的相对应的一个工作。播种的部分嘛，那因此我想这个家长的一个担心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就变成2位教练就要非常的用心，因为除了要带小朋友去练习，带他们出国之外，回来还要补习。对，就是还要帮他们安排跟学校这边沟通，安排一些课业的补救教学这样子，对。看了今日节目，我都发现到讲，今日我哋咧2个教练、志群教练同我哋莫神教练，有啲佢共同嘅一啲想法，你讲其實伊會希望講利用一個冷門嘅舌口舌茶嘅一啲運動，唔單止俾我哋上下嘅聲音咧有一啲反轉嘅機會，同時嘛希望講用一個運動俾大家人看到台灣也一啲細細無懈的度。今天非常謝謝2位來到我們現場來分享那麼多你們的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聽下咱現場來球外運動哦。跟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